喺清晨嘅寧靜中，喺夜晚嘅燈火下，每日與主同行，喺愛裏面與主相會。我係阿青，讓我哋一齊打開心靈之窗，讓神嘅話語成為亮光，指引前行嘅方向。使徒醫治的神蹟2，使徒行傳3章9至16節。百姓都看見他行走，讚美神，認得他是那素常坐在殿的美門口求周濟的，就因他所遇的事滿心稀奇驚訝。那人正在稱為所羅門的廊下，拉着彼得、約翰，眾百姓一齊跑到他們那裏，很覺稀奇。彼得看見，就對百姓說：以色列人啊，為什麼把這事當作稀奇呢？為什麼定睛看我們，以為我們憑自己的能力和虔誠使這人行走呢？亞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神，就是我們列祖的神，已經榮耀了他的僕人耶穌。你們卻把他交付彼拉多。彼拉多定意要釋放他，你們竟在彼拉多面前棄絕了他。你們棄絕了那聖潔公義者，反求着釋放一個兇手給你們。你們殺了那生命的主，神卻叫他從死裏復活了。我們都是為這事作見證。我們因信他的名，他的名便叫你們所看見、所認識的這人健壯了。正是他所賜的信心，叫這人在你們眾人面前全然好了。請細心思想以上經文，9至11節係百姓嘅反應。百姓睇見乜嘢呢？佢哋嘅反應點樣呢？12至16節係彼得解釋神蹟為何發生。喺12節，彼得指出眾人對剛才嘅神蹟有乜嘢誤解呢？喺16節，彼得指出佢哋點解能夠行神蹟呢？有兩方面嘅原因。讓我哋一齊默想經文對我哋嘅意義啊！當彼得行咗神蹟，事件唔係停止在眾人嘅驚訝同讚美中，反而卻進入事件背後嘅意義。彼得說明神蹟同醫治嚟自神，但重提眾人將耶穌釘死喺十字架上，並神叫耶穌從死裏復活，呢啲事串連起嚟，讓我哋有以下嘅反思：一，你哋因為呢個醫治嘅神蹟就驚訝嗎？看啊，耶穌從死裏復活係更大嘅神蹟。二，你哋點解定睛睇我哋？你哋當定睛睇嗰個叫我哋行神蹟嘅神。三，乞丐唔禱告神，可能只係因為佢被困難同苦難蒙蔽佢嘅心，但有好多人唔尋求神，係因為佢哋硬心，明知神係神，卻刻意拒絕。彼得藉着重提耶穌被佢哋釘死而勸佢哋悔改。四，睇見神蹟而發出嘅讚美，與悔改後感恩而發出嘅讚美，兩者有咩唔同呢？你覺得自己係一個睇神蹟嘅旁觀者，抑或係經歷神蹟嘅蒙恩者呢？多謝收聽和諧頻道製作，每日與主同行。材料改編自國正網絡細味煮物語，原作者楊海恒。好開心能夠同你分享上帝嘅話語，一齊研讀聖經，靈命成長。歡迎你喺我哋嘅 Facebook 留下足跡，聽日見啦！